第2章，佛牌有哪些種類？分類基礎與材質說明。在上一章中，我們了解了佛牌的基本定義與來源。這一篇將會幫助你認識佛牌的常見類型、製作材質與分類依據，讓你在面對佛牌時不再一頭霧水。1. 按製作來源分類。1. 寺廟佛牌由寺廟主持製作，經過完整加持與開光，通常有歷史記錄、開光儀式照片與發行宣傳單張。但如果是年代久遠的，或者會沒有照片記載，但文獻記錄或者當地居民廣泛流傳，都是會有的。2. 高僧佛牌由知名高僧個人開光或指導製作，着重個人法力與傳承法脈，如龍婆托、龍婆術、阿贊添等之個人加持的自身佛牌。3. 古佛出土於古老佛塔、古廟的佛像，多為純作功德用途，如帕洛、南派也、帕碰素噴、帕崇過等。2. 按功效用途分類。1. 避險護身類，保命、避邪、驅鬼、化煞。2. 招財納福類，生意、財運、投資、偏財運。3. 人緣愛情類，吸引力、戀愛、夫妻感情、貴人緣。4. 權威領導類，仕途升遷、威嚴、統御、考試事業。5. 修行正念類，提醒修心養性、助禪定與內觀。注：有些佛牌同時具有多重效果，例如崇德佛牌既可避險，也可助事業。3. 按材質分類。1. 粉牌由聖粉、經粉、骨灰、藥材、香灰等壓製而成，常見於人緣牌、古塔出土佛。2. 金屬牌鉛、銅、銀、金或合金鑄造，耐用度高，不容易損壞，常見於高僧自身開光的紀念佛牌。3. 草藥膏質斜線，常用於法術系聖物、人緣類聖物，質地軟，有香氣，部分會有象牙雕刻、符管、符片等。4. 木質斜線骨骼斜線象牙偏向民間信仰與法術牌，如象牙佛、猴神、老虎等。5. 其他稀有材質如樹脂、化石、玉、寶石等，因特殊靈異材料或師傅創意而生。4. 佛牌的形狀與結構常見形狀有盾形、長方形、圓形、橢圓形形、菱形，背後可能有符印、咒文，放入聖物如符管、珠子、骨灰、雕刻品。從認識分類開始打好基礎。佛牌種類繁多，看似複雜，其實只要理解其分類邏輯，便能有條理地學習與選擇。